佔領中環行動琴日凌晨正式啟動之後，添美道仍然有唔少市民通宵留守。朝早大會原本計劃安排10箱音響器材喺龍匯道進場，但係受到警方阻止，表示現場屬於非法集會，唔容響音響等嘅支援。3名立法會議員包括工黨張超雄、民主黨劉慧卿、何俊仁以及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到場同警方交涉，企圖自行運送音響入場。議員話：該批嘅音響放喺議員辦事處使用，批評警方無理扣押。警方指佢哋阻差辦公，將佢哋帶走。歸還物資！歸還物資！放人！放人！現場大概有40名市民坐喺地上，阻礙運送扣留音響嘅警車駛走。警察組成人鏈保護警車，雙方一度對峙，氣氛緊張。在線記者洪卓希喺集會現場報導。